各位投資朋友們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港股市場透視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的每日盤後分析。此刻是2025年5月2日的香港時間下午5點，讓我們用3分鐘時間透視今日港股市場的關鍵脈動。今日市場仿佛按下了加速鍵，恒生指數以1.74%的漲幅衝上22,505點，國企指數和恒生科技指數更是分別攀升1.92%和3.08%。若把今天的行情比作交響樂，新能源汽車和科技板塊無疑是領袖的第一小提琴。小鵬汽車飆升6.7%，理想汽車上漲3.6%，整個汽車製造板塊以4.2%的漲幅領跑全場。而科技股的強勢反彈更讓人眼前一亮，恒生科技指數成分股中超過1/3的個股單日漲幅突破5%，這背後既有中概股隔夜表現的傳導，更暗含着市場對 AI 技術商用化的強烈期待。說到資金流向，今天南向資金的洶湧程度堪稱歷史性時刻，單日淨買入355億港元創下新紀錄，這相當於過去5個交易日均值的2倍有餘。聰明的資金正在密集佈局港交所這類市場基礎設施龍頭，其股價今日上漲3.05%至351.2港元，背後邏輯清晰，一季度港股日均成交額突破1500億港元。IPO 集資額同比激增4倍至187億港元，這些數據都在印證香港金融市場作為國際融資平台的獨特價值。不過值得注意的是，市場的狂歡聲中依然夾雜着理性克制。雖然美元指數跌破100關口助推資金回流，但美債收益率回升至4.3%，正在給成長股估值施壓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港股今年再融資規模已突破1149億港元，這個數字接近前2年總和，可能對市場流動性形成虹吸效應。此外，儘管科技板塊風頭正勁，但恒生科技指數28倍的動態市盈率已接近歷史均值上緣，這時候更需要精挑細選真正具備業績支撐的標的。展望後市，兩個關鍵時點需要放入日程提醒：一是下周一將公布的香港 PMI 數據，這將是觀察本地經濟活力的溫度計；二是下周美聯儲議息會議。雖然市場已部分消化降息預期，但任何政策風向變化都可能引發資金重新配置。從技術面看，恒指今日突破22,500點關鍵阻力位後，短期上行空間或打開至23,000點區域，但建議投資者在樂觀中保持節奏感。重點關注兩類機會：一是交付量持續超預期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鏈，特別是電池技術和智能駕駛細分領域；二是受益大宗商品交易活躍度的航運及資源板塊。中國船舶租賃今日1.2%的漲幅，或許只是序曲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僅供資訊和教育目的，不構成任何專業財富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願每位投資者都能在波動的市場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確定性節奏。我們下周再見。